再來看屏東東港的安泰病院頂擺5利用吊車在洗扛棒，吊車大約是有10層樓高，就頂在路中，影響到交通。有民眾去報案，也毋過時間的人員是強調講因有申請哦。縣政府工務處調查發現講，業者是12才提出申請，還未準就違規時間會來處罰。有網友答問，昨日看到東港的中正路有吊車咧作業，大約10樓的高度，施工的所在是安泰病院，敢若是咧砌扛棒。不過吊車施工敢有申請路權，即馬是引起民眾質疑。民眾講，規個路互吊車塌掉咧，嚴重影響交通，而且則是對民眾通報警方。然後用到晚上蠻晚的。是哦，那你們做生意有影響到嗎？一定影響到了，然後車流都塞車。獲報在東港鎮中正路一段安泰醫院前有吊車占用道路施工，妨礙交通。負責人稱有向路權機關申請為未能出示許可書。警方依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2條，利用道路作為工作場所，制單舉發。警方表示，到場的時陣，作業人員講路權有申請，但是攏摕袂出文件，就先依法開單。實際去問縣府，工務處講，東港的安泰病院委託外包廠商咧施工，不過申請路權的時間是8月14到18，12才送申請單，根本也未通過，廠商就違規作業。工務處表示，會通知警察局依法開單。那經查，這個案子業者有提出申請，但是尚未經過縣府核准哈。那業者進行施工後，把案件進行移到屏東縣警察局進行開罰。針對施工爭議，東港安泰病院用文字回應，工程攏委外，監督工程執行。廠商嘛有依法申請路權，因為交通管制人員需要協助工程，無專程管制。病院接到投訴了後，已經有要求廠商愛派專人負責。記者柯明哲，屏東報道。